根据观光署的统计，疫情进前2019年来台湾的外国旅客是1184万人次，不过去年底却是剩648万人次。学者认为，观光客减少，被判手的店家会愈来愈歹生存。亲像台中大甲的老牌饼店如振兴，就宣布讲，伫台北101的专柜要收起来，干那做到昨尔。潘公公的碰饼是真侪外国旅客来台湾一定会买破手，不过业者却向宣布讲，台北101专柜干那开到2月29。虽然理由是店租合约到期，不过去观光客较接期的台北西门町，外国旅客是袂少，想要买物件大部分是食食或者是糕仔饼。会看一下哪里有，我们就去买。凤梨酥啦，还有太阳饼啦。亲像往来所等等真出名的台湾特产，是真受外国旅客欢迎。不过西门町的番仔讲，即卖外国旅客来买已经无遐济，请在顾看无要买。现在日本客也没有了，韩国也不会买我们的东西。什么东南亚那么亚热带的，他们宁可冻死，他们也不买。花莲的好山好水，真侪外国旅客拢真爱来，会搭国际邮轮来佚佗。花莲港的这个旅客会越来越多，那预估我们今年的整个邮轮的产值大概会有156万美金。不过，根据观光署的统计，疫情进前108年，迄当阵来台湾的外国旅客有1184万人次，中国甲日本拢超过200万人次，港澳是175万人次。不过疫情了后，去年来台湾的旅客总数干那剩648万人次，中国旅客干那22万人次，日本嘛降到92万人次，港澳是无到120万人次。中国的旅客大量减少，大概只有疫情前的8%而已。那日本旅客也是只有43%，那增加比较多是香港客人跟东南亚客人。疫情了后，观光的商机渐渐恢复，不过成本嘛加悬。根据品保协会公布的资料，今年第2季各线旅行团的价销拢起，东南亚比去年同期起10%至15%，韩国起15%，美加起10%至20%，纽澳起8%。想要进行观光，政府唔但爱吸引国际旅客，嘛爱刺激国内观光，才会当提悬瑞士的经济甲发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